鼓舞也无破，手情的冷风对，春风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早一杯快快一个，想在小人客。唱啊紧的啦，就跳的。完情况，大家今天等大好几天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顶下别人讲到李林秋神仙写的诗，咱讲到四季红。讲恋爱的心情。哎，这礼拜咱来讲一个悲伤的故事。啊，你头拄还唱得这么欢喜。我讲吼，咱改编无共的歌，伫无共的时代，无共的人嘴面唱出来的歌，但是爱无共。凡事搁会唱起来。这唱片。对。对。所以吼，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这条歌吼，就叫做《望春风》。唉，《望春风》这条歌吼，伫我国小的时阵，迄音乐课本内底吼，内底有一页、两页，专门咧介绍《望春风》这首歌。其实我国小的时阵嘛有。嘿，你国小嘛有？对，我国小嘛有这条歌，真的。真的哦。对，而且共款是丁武宪作曲，啊，李林秋先生写词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，阮的音乐老师吼，伊就一边啊弹琴，哎，就讲吼，1、2、3唱，啊，大家就歌也无破手顶的，所以伊较有法度保留到今嘛哦。嘿，真的就是。厉害，就是因为吼，伊放伫课本内底。对，所以大家自细汉拢开始学这条歌。毋过讲到咱即马大家拢咧唱的版本啊，其实和因较早的时阵，原本即个顺顺的版本是无共款的。无共。有一个歌词是无共款，毋过因为即个李林秋先生啊，伊咧写词的时阵啊，其实伊本身就有写5、6种的版本。哦，所以我都真正唱唔对就对啦。就是你搁唱一摆。李林秋先生，歹势啦，原唱顺顺小姐真正有够歹势。无要紧啦，我原谅你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伊原本的版本也是安尼唱的。刀也无半手顶的，清风对面吹。早一杯卖出价，见着少年家。好啦，互你100块啦。哎，100块哦，安尼遮尔好哦。嘿啊，好听啊。我伫路边笑，你会等钱花就对啊。你会捐钱花就对啊。互你100块的印尼盾。哎呦，无啦，讲成笑。出去，懵你啊！讲成笑。毋过你头拄仔唱的歌词当中啊，其实唱你头拄仔是唱清风。对，毋过咱即马较常听到的拢是春风。春风对面吹。所以吼，你有当时你看吼，这歌词最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吼，随着时代伊可能会无共。要毋过吼，我看到就是伊原本的歌词的时阵吼，其实我感觉吼，伊原本的歌词真正写甲比咱原本就看到的拢就较水。因为春风迄种感觉吼，就是伊有一种季节的感觉伫内底。伊迄阵吹着迄个风吼，伊就感觉要谈恋爱迄种感觉。尤其是春天的时阵，大家拢想要谈恋爱。嘿，啊，清风的感觉吼，伊就感觉较凄凉。哦，就是感觉迄个场景，互人感觉敢若真悲伤、真苦楚、真悲情。所以吼，两个吼，换一个离了后吼，伊就无共。啊，毋过我咧看这17八卖出价，其实我听顺顺的版本就是17八卖出价嘛。啊，毋过后来啊，我感觉我家己感觉讲改做17八岁卖出价，敢若唱起来较顺。哦，我的感觉是安尼。是较顺啊。要毋讲吼17八卖出价，伊是一个押韵，所以吼哦，李林秋先生吼，听讲伊写这个歌词写出来的版本。而且另外我阁有特别有感觉是上尾啊一句。月老笑阮戆大呆，互风骗毋知。其实我后来听到别个版本是月娘呢，伊甲即个月老改做月娘。所以为以前到即马开始慢慢啊歌词做一寡改变，也毋过吼原本迄个版本吼，到即马嘛是有留落来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袂歹的代志。就是大家会使有真侪无共款的版本啊，继续甲唱落。而且李林秋先生伊咧写这个歌词的时阵，其实是真了工的，真开时间。像伊写即个心内单比白。就是看到一个缘投仔送的时阵吼。大家即个弹车这样行啦，这样开始单比白啊。是安尼。对啦，就心内真激动，就是迄种即摆华语咧讲的小鹿乱撞的迄种心情。是啦，所以吼讲到李林秋先生吼，
其实吼有一个足重大的危机伫2年前发生。2年前伊早住伫咧大稻埕迄个旧厝有无？2年前险啊要互拍袂去。嘿，我敢若有看到这个新闻呢。是，这足重要的。迄个时阵吼，李林秋的后生李修感先生，嘿，李修感先生吼，伊的总钱，因为迄要甲买倒来，其实嘛是有感觉困难。我感觉迄吼。介绍吼，应该是有淡薄仔，伊老爸的旧厝，要互卖出去之前，一开始总钱，对啊，去总钱，做无简单，较甲买倒来。啊，毋着好佳在伊有装着钱，啊，无就真正有我感觉是买有一寡人吼，嗯可能有甲赞助。咱台湾台北吼，也是台湾各个所在吼，其实有足侪人吼，拢足重视这文化资产的。对，所以愿意出钱出力来甲即个物件保存落来。毋过好佳在伊后来嘛是有互列做市定古迹对无？对，伊互列做是市定古迹的时阵吼，就代表讲吼。伊即个物件放伫遮，毋管你是送客有伊的所有权，嘿，伊拢袂当随便甲破坏掉。对啦，其实讲到这嘛，互我想到，其实伫台湾啊，要保留遮的文化资产啊，其实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像咱这个伫大稻埕迄个所在哦，有足侪迄个单啊，真侪相机，咧卖物件啊，凊彩吼一个厝吼，你可能就甲敲掉，做啥物物件，做迄个啊，即个有历史性迄种厝吼，应该爱完全的甲保留起来，甲修复。对，修较好看，啊，有人会当去了解吼李林秋伊早的事迹。对啊，而且像李林秋先生伊的古厝，可能有真侪真正的文化资产，包括讲伊的手稿啊，或者是伊的灵感来源啊，这些物件拢真值得咱去保存。所以吼，伊写的歌词哦，像有四季风，遮尔红，啊嘛有望春风，真想要谈恋爱的心情。是，甲写落来，我感觉这足好的。而且佫会使去了解当时的文化、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去了解真正的人因是安怎生活这个故事。这足重要。后礼拜吼，咱再来讲其他的代志，嘛是共款歌谣有关系。后回这时间继续看咱的第一年度，拜拜。